各位有緣人好，歡迎收睇玄機頻道。我哋每次都會由幾位嚟自玄機團隊嘅24節氣同埋9天星嘅老師，為有緣人用奇門遁甲問事嚟解答問題嘅。有緣人記得 subscribe、comment、like 同 share 啦。事不宜遲，去片睇下今期嘅個案分享啦。大家好，我係芒種老師。今次呢位朋友呢，就報咗身心療愈課程，咁佢呢就有5個老師，咁就分別係 A、B、C、D、E 啦。咁佢就想問佢跟住邊一個老師去學習會對佢有利呢？咁我哋又試下幫佢呢位朋友開個奇門盤去幫佢選擇下啦。首先呢個朋友代表佢嘅宮位嘅天干係無土落對宮，咁跟住呢，我哋就用翻落書呢一個方式去排序嚟揀呢5個選擇。咁呢5個選擇，咁按次序分別呢就會落咗喺第一坎宮啦，第二坤宮，第三震宮，第四巽宮，同埋最後一個乾宮嘅。咁我哋就會利用呢一個5行生剋制化去選擇翻究竟邊一個選擇先至係對呢位朋友喺學習上面最好嘅選擇。嗱，首先我哋就先剔除咗第三落震宮同埋第四落巽宮呢2個選擇先啦，因為呢2個宮位呢，其實就屬於木嘅，咁啊被問測者所克。咁同埋我哋可以留意翻啦，呢2個宮位入邊呢，有我哋奇門4害嘅門逼宮啦、戊刑啦。所以其實就唔係咁好喎，所以我哋其實可以先剔除咗呢2個選擇。好啦，咁之後呢，我哋就再睇翻落嚟嘅選擇啦。咁我哋首先睇咗第5個選擇先啦，就落乾宮，咁啊屬金。咁但係留意翻入邊有個游墓，咁似乎呢個導師好似唔知自己教緊啲乜，有啲烏蛇蛇喎。咁我哋再睇埋第1同第2個選擇。咁我哋就睇咗第1個選擇落坎宮呢一個老師先啦。咁我哋睇到內裏嘅格局都好靚喎，有景門，有天英星，有丁火。佢又呢一個朋友又生佢喎，咁似乎呢一個其實應該係呢一個朋友心目中嘅 best choice 嚟嘅。咁但係留意翻啦，咁佢有個空亡，可能呢一個老師講嘅嘢可能吹到好大，有啲唔實在喎。咁我哋再睇埋最後一個，即係第2個選擇啦。咁內裏嘅信息呢，其實都唔錯嘅。咁有直符啦，咁即係代表佢有一定實力啦。生門其實都同呢個身心靈有關嘅。咁而且佢都係生旺呢一個朋友，對佢學習應該係最好嘅。咁但係留意翻呢一個格局入邊呢，有一個好特別嘅格局叫做飛宮。飛宮嘅意思呢，即係代表 next 下一個。咁同埋我哋睇翻留意翻成個盤呢，我哋呢個盤就叫做全盤反入。咁即係其實呢個朋友呢，想揾到啱佢嘅導師呢，就唔係一步到位嘅。咁可能喺途中呢，可能會揾多1-2次先至揾到啱嘅老師。咁我建議呢位朋友可以了解咗我哋頭先所講第2位嘅老師，了解清楚。咁可能喺途中你可能會再揾到你其他喺幫助你身心療愈課程入邊對你學習上有幫助嘅導師。咁如果你再有其他選擇嗰陣時，歡迎呢位朋友再揾翻我哋玄機幫你手啊！大家好，我係谷雨老師。呢位朋友問：今年乜嘢月份為我嘅甲屋補地價會係最好呢？問測者，我哋睇庚喺左上角嘅位置，佢個心裡面就係諗住個墓，即係諗住錢啦。跟住其實佢係有直符，所以其實呢件事呢，佢係可以自己揸主意嘅。咁補地價要睇錢，咁就睇墓喺右下方乾宮嘅位置。咁又有飛宮同埋墓土係入墓嘅，咁所以其實喺錢銀方面都係棘棘地。如果真係要問時間呢，就有可能係喺而家4-5月份，或者喺6個月後
有可能會做到，但係其實成件事情成個盤咧係反入嘅，所以成件事情咧係未必咁順利。如果有需要嘅話，就聯絡我哋玄機頻道嘅解決師，幫你令件事情更加順利啦。如果大家需要更進一步嘅奇門運籌去解決難題，可以直接聯絡玄機客服，了解收費服務詳情。各位有緣人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同訂閱啦，仲要撳埋個鐘仔喎。我哋下條片見。